好耐冇見各位觀眾朋友嚇，今日咧嚟到珠海橫琴啊！我身後咧今日我哋同大家介紹嘅項目，但係先介紹下出面俾大家了解下。對面咧就係橫琴嘅天目琴台嚇，非常靚嘅建築嚇。前面咧係我哋嘅遊艇會啊。中間咧泊住好多艇仔嘅，即係呢度咧成個橫琴天目河咧搞得非常成功嘅。前面咧仲有賽艇公園嘅，呢度咧嘅商業化係已經做得比較 OK 嘅。再往前咧嗱，我哋睇下前面呢度咧就係口岸噶啦，南江嚇。再落嚟前面就係我哋項目隔離咧，佢就有個藝術中心啊，青少年嘅活動中心，即係網球比賽啊都會係呢度睇嘅。咁呢個項目咧係叫做 IYCC 嚇。喺叫做橫琴嘅國際青年文化中心嚇，當然啦個名啦比較拗口啲啊。到時咧呢一座就係佢嘅酒店嚟㗎啦，即係開發商自持攞嚟做酒店嘅。咁成個橫琴咧而家就會比較少見呢種公寓單位啦，因為咧住宅咧基本賣得七七八八啦，剩低咧口岸一個似公寓，但係又係住宅性質嘅價錢嚟講咧，你差唔多200幾萬買個50平方嘅一房單位嚇。咁對面咧就天目河景觀係比較靚，嗰邊咧就冇咁嘅景觀，但係就係靠關口嚇。再落去咧就去到呢個琴澳灣嘅位置嚇，嗰度咧就係成個橫琴嘅最尾啦。嗰度咧有緊住宅，但係舊式嘅住宅，唔係4對住宅嚟嘅。咁90平方先有2房單位啊，都要去到230萬、240萬，即係等於話銀碼嚟講咧唔平嘅。咁今日我哋介紹呢度咧嗱。因為橫琴嘅居住證政策嚇，可以喺呢度辦咗居住證咧，多次往返過澳門嚇去玩啊，或者係你有商業用途，或者係你中意去賭場入邊去感受下呢個氣氛啊，都可以。所以咧呢度咧都好好租嚇，好似我哋今日要介紹嘅單位咧，佢又可以做自己住嘅小複式啦，又可以做一個單位做雙鎖匙租出去嘅，即係一個單位咧去做2層。做2套房去租出去，一套咧去租緊3000蚊嘅，2套咧去租緊6000蚊，即係呢個租值嚟計咧都非常之可觀嘅嚇。咁着重同大家介紹下位置啊，我哋前面咧就係天目琴台望緊嘅位置咧，可以講成個橫琴嘅天目河中心位置嚇。旁邊咧就係橫琴嘅華發悅府、華發首府嚇，即係呢個豪宅位置嚟嘅。旁邊咧就係一個少年文化藝術中心嗱。OK， 呢度咧就係我哋今日要去睇緊嘅屋苑啦。而家咧我哋帶大家上去了解下、參觀一下。嗱，而家我哋上到嚟睇下示範單位。呢度咧比較特別嘅，61個平方做到雙鎖匙，係2個單位俾你嚇。樓上一套咧，樓下一套。嗱，我哋先入嚟樓下呢一套參觀下先。嗱，入門咧佢好特別嘅，就呢度有一個書房嘅位置嚇，比較安靜嘅。再入嚟呢一個位置咧，可以擺埋鞋櫃嘅嚇，洗衣機啦，可以放喺呢個位置啦。嗱，呢度咧放冰箱位嚇，設計咧非常合理嚇。呢度咧就係我哋開放式嘅廚房啦。咁餐廳位置喺呢一度嚇，其實你可以見到高度咧係比較適合嘅，冇1.8米嘅身高，着埋鞋咧1.9米左右啊，都唔壓抑嘅嚇。呢度咧就梳化嚇，就係我哋客廳啦。呢度咧入去係一個私密性比較好嘅洗手間啊！再過嚟咧，呢度咧係我哋嘅房間位置啦。咁睇你點用嚇。如果你係做商業咧，呢度可以做一個茶台招待客人嚇。如果自家住咧，就呢度擺張床嚇。咁望出嚟呢度嚇，行過嚟前面睇下，出面咧就係我哋成個橫琴比較出名嘅天目琴台啦。中間咧係遊艇會嚇，前面咧係一個河啊。即係景觀比較靚嘅，夜晚可以比較靚。等下咧，我喺前面俾你睇得清楚啲嚇。呢度咧，呢一個單位啊，如果喺橫琴咁嘅市價租出去咧，可以租到3000蚊一個月嘅租金嘅。且而家橫琴好興嘅就係辦個居住證咧，你可以無限次或者多次往訪呢個澳門嚇。咁對於有啲朋友想喺內地過嚟橫琴，經常去澳門去玩啊，或者係賭錢啦，咁佢可以搞呢個單位攞嚟辦居住證嚇，所以你租俾呢啲人咧係唔擔心冇租賃市場嘅。OK， 我哋而家上去樓上再睇下佢第二套嚇，雙鎖匙2個單位嚇。呢度咧係個樓梯嚇，但係呢一戶咧入門咧就要行樓梯先嚇，先慢慢嚟嚇。咁二樓咧佢有個特別嘅空間嘅喎嚇。嗱，我哋入嚟呢個位置咧係個房間，二樓去咗2個房間嘅。呢度咧可以推出去嚇。知道
從呢個位置到嗰個鐵架嗰個位置，同埋呢個位置到鐵架都係你嘅，即係佢將佢放起身嚇，之後咧嚟做一個大啲嘅房間嘅，即係唔單止你會放，會每一戶佢哋都會將佢放咗，利用好埋，就等為呢度咧係可以做一個12到15平嘅一個房間嘅嚇，可以擺埋床嘅。咁啊呢一度咧先係佢嘅一個廚房區域嚇，廚房區域冰箱啦嚇，然之後呢度啊客廳啦，擺 sofa 啦嚇，然後呢個餐台喺度嚇，格局咧同樓下一樣嘅，呢度都係個獨立嘅洗手間嚇，然後呢邊係一個房間，但係第二層咧就可以做2個房間嘅嚇，所以呢一層都可以做到3000蚊，而且你可以見到咧，我呢個高度都唔壓抑嘅喎啊，我1.8米嚇，然之後咧呢度總嘅層高咧係4.9米嘅嚇，當然啦我哋即係有嗰句就講嗰句嚇，因為咧陽台第二層咧陽台咧就會視野咧，可能你企起身睇就冇咁舒服，但係如果係瞓咗喺度睇咧，望出面嘅景觀啊河景啊，其實都一樣 OK 嚇，唔差嘅嚇。所以咧呢種單位咧可以做到2個單位嚇。如果你諗住攞嚟買嚟喺度收租嚇，因為好多人睇好橫琴呢個發展前景呢個市場啊，因為近期橫琴嘅二手啊交易啊都會比較頻繁，會比較多嘅啊。你如果睇長期拉長嚟講，你認為橫琴會比較值得你去投入咧，你都可以不妨試過嚟呢度睇下嚇。咁啊，隔離咧仲有一個戶型，佢嘅一個中空嘅，即係偏向住家嘅同埋租賃嘅嚇。而家鏡頭咧跟住我過去睇埋佢。歡迎過嚟啊！呢度係你嘅空中小別墅。嗱，呢一個咧就唔做雙鎖匙啦，佢咧就做一個空中複式嘅。咁中間咧就打開咗嚇，4.9米層高，同一個複式一樣嘅嚇，非常靚嘅客廳。嗱，我哋從門口開始睇下，佢嘅格局係一致嘅。嗱，門口呢個位置咧做咗一個廚房嘅位置嚇，然之後咧呢邊咧就樓梯行上去我哋2層，先睇下一層先。首先咧呢邊係我哋嘅4人餐台啦，呢邊咧可以做一啲收納櫃嘅，就空間利用比較好。呢邊咧就去擺一個小酒櫃或者小書櫃嚇，然之後呢邊咧係我哋嘅梳化區，呢度整個投影儀或者整個60寸嘅大電視咧非常舒服噶啦，因為中空客廳啊嘛嚇。再過嚟咧呢度係我哋1樓，嗱佢嘅佈置都比較合理嘅嚇，做咗一個畫室或者書房啊，望出去嘅景觀咧非常舒服嘅小心啲食完先OK， 然之後咧隔離咧就係我哋洗手間，同頭先個雙鎖匙咧啱好調轉咗方向嘅然之後咧我哋上嚟2樓睇下休息區嘅佈局啦去 cut 咗。可以睇到啦，呢度咧因為做咗自己住嘅，所以呢度可能咧做咗天花就冇顯得咁高嚇。但係入到嚟房間咧都一樣嘅嚇，高度係回翻嚟㗎啦。呢度房間打出去你有10幾個平方可以自己使用㗎啦OK， 嗰邊咧仲有個房間，因為自住咧你2個房間其實都比較 OK 㗎啦，夠用㗎啦。呢邊咧係大啲嘅房間，直接望住我哋前面嘅天幕河景，哇！有人揸遊艇喺度玩嘅嚇。即係呢邊已經係做咗一個賽艇公園喺度比較靚仔嘅。呢個就係我哋自住嘅自用嘅，只要俾36萬呢度咧你就可以帶走噶啦。有諗法嘅朋友咧可以喺呢邊留言我發詳細資料俾你。下期再見，拜拜。